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尋寶平標。咁今日介紹兩隻大少少嘅標啦，兩隻款唔多嘅，兩隻 Casio 先。咁就呢隻標本身係二手啦，雙滿多功能，彈弓帶，全原裝，45mm，咁就包入新電嘅。咁啊4嚿水，雖然話二手喎，但係所有面啊底啊都 keep 得好靚仔嘅。咁就 NO set 啦，倉底啦，冷光技術啦，錶帶啦，近少少個蓋啦，底蓋啦，唔同角度，係啦，400蚊，啱就玩下啦。另一隻自家品牌啊，自家品牌啦 ，NOS 啦，8247機芯啦，機芯價咧就係 USD 嘅50蚊，41mm 19.5伏啦，細3針24小時，全原裝。咁呢啲咧連嗰個張紙都未搣嘅，即係呢張膠紙啊都未搣啊，所以有啲蒙嘅。你見到而家重身啦，重身少少嘅。咁就後邊呢種機殼啦，透明呢啲色玉呢啲咧，係啦，呢啲啦。見到個底嘅，細3針，唔同角度啦，遠啲，近少少，650蚊。咁就有興趣可以聯絡我。多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